各位教育界同工，各位朋友，大家好。今集係賽馬會有趣學中文系列嘅第8集，我哋繼續嚟介紹第2語言教學理念嘅操作。呢一集主要同大家分享如何喺課堂入邊有效照顧唔同背景學生學習中文。今集嘅重點有3個：第一，課室入邊有唔同背景嘅學生嘅需要；第二，點樣照顧唔同學生背景嘅教學流程同埋方法；第三，如何設計教材喺課室落實。好，我哋先嚟講下課室入邊有唔同背景學生嘅需要。現時幼稚園其中一項挑戰頗大嘅工作之一，就係課室入邊有唔同文化同埋語言背景嘅幼兒。喺語言方面，有來自本地生嘅廣東話，有來自國內幼兒嘅普通話，亦有來自南亞同埋東南亞幼兒嘅家鄉話。佢哋都有住唔同嘅文化生活習慣、唔同嘅喜好等等。但我哋嘅任務係要培養佢哋學中文。除咗唔同嘅背景之外，非華語幼兒嘅學習進程差異都好大，更造成教學嘅困難。有部分幼稚園會因應唔同背景嘅學生，選擇用抽離嘅學習模式，即非華語幼兒自成一班或者一組。呢種抽離模式嘅好處係集中，呢種集中包括課程同埋主流班唔同，活動設計都唔同，但係佢嘅限制在於缺少應用語境。語文學習，尤其係第2語言學習，需要包括學、練同埋用3個環節。運用語言嘅語境，如果有本地幼兒參與，非華語幼兒會學得更快。第2語言學習者嘅知識同埋能力，除咗從老師嗰度學到之外，仲有一個龐大嘅資源，就係從本地幼兒嗰度學到嘅。有部分學校選擇將非華語幼兒安排喺融合班上課，而不選擇抽離。呢種好處係可以大量運用真實語境，但佢挑戰係教師喺教學嘅時候，課程點樣調適深淺程度，以致能夠照顧本地幼兒嘅同時，亦能夠照顧非華語幼兒。大家都知道，本地小朋友學習嘅主題書教材未必適合非華語幼兒，因為內容比較深。老師因着對非華語幼兒能力嘅水平，對教材進行剪裁篩選同埋調適，呢個係好合理，亦係好適切嘅做法。但係教師不斷調適課程，非華語幼兒嘅語文能力又好似未見有大進步，甚至有時表現高，有時表現低，呢啲會令老師有時好氣餒。咁我哋可以點樣喺融合班入邊做到既能保持語境，又能夠照顧唔同背景學生嘅需要？咁先讓我哋嚟分享一下如何喺融合班設計不同難度嘅課程調適。我哋稱呢種課程調適嘅性質為分層課程。分層課程係喺同一個課程框架之下，有系統而非憑經驗，將學習目標、學習內容劃分為唔同層次，讓唔同能力水平嘅學生，包括本地幼兒、非華語幼兒，甚至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幼兒，都能夠有學習、有持續進步。分層課程第一步要處理係學習目標嘅分層，意思係教師教呢個主題、講呢本圖書嘅時候，要為本地同埋非華語幼兒劃分2個目標水平。呢一步係極之重要。分層學習目標係作為調適課程內容深淺多寡嘅依據，並且係有系統嘅。如果冇分層學習目標，老師會喺調適內容嘅時候，常常會懷疑呢一啲內容係咪合理嘅，因為只憑經驗去調適，心入邊就好唔踏實。知道分層課程由分層學習目標開始之後，我哋要問：咁非華語學生有邊一啲學習目標可以作為分層嘅參考？非華語幼兒嘅學習目標可以參考我哋早前嘅研究，叫做香港學前
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進程架構，我哋簡稱呢個架構為 LPF， 即 Learning Progression Framework。呢一套架構係為老師提供非華語幼兒中文學習嘅階段同埋進程。呢個進程分為4個階段或能力水平，包括入門階段、發展初階、發展高階、應用階段，涵蓋非華語幼兒由 K1 到 K3 中文聽說讀寫嘅發展。老師可以喺講故事為唔同學生訂立唔同嘅學習目標，例如老師喺講故事嘅時候都會期望學生學到乜嘢知識同埋掌握乜嘢嘅能力。例如老師喺一班 K2 幼兒班講故事，並且有望藉着今次講故事培養學生聆聽理解能力。老師訂立咗一個目標，就係學生能夠理解故事內容。如果我哋唔做目標分層嘅話，本地幼兒可能達到呢個目標，但對於非華語幼兒則未必能夠達到。老師可以參考 LPF， 選擇聆聽理解能力嘅目標，根據教師對學生嘅期望，為非華語幼兒訂立一個適合佢哋目前能力嘅目標，如在輔助下，學生能理解故事內容。我哋喺講同一本圖書嘅情況下，我哋可以設定2個水平嘅目標，一個係為本地幼兒學習嘅目標，例如學生能理解故事內容；另一個目標係為非華語幼兒學習嘅目標，就係喺輔助下學生能理解故事內容。有咗呢2個目標，老師喺講解故事嘅時候會加以講解或者運用提問嘅教學方法。老師喺某啲重要故事情節入邊運用唔同嘅輔助方法，例如教具、圖片，甚至動作表情等，幫助非華語幼兒理解。講咗故事之後，老師可能會運用提問去檢視學生是否理解故事內容。老師提問本地小朋友時，可以直接提問；到咗問非華語幼兒時，老師喺提問嘅同時，可能會提供線索、表情輔助方法等等。如果非華語幼兒可以回答，就說明佢哋明白故事內容。從以上嘅例子可以知道，老師可以唔使用抽離模式，喺融合班教同一個主題，為唔同背景嘅學生設定唔同學習目標。有咗呢啲目標，所有活動設計，例如老師常用嘅提問、角色扮演等，都可以針對目標而設計，既不必再抽離非華語幼兒，亦可以善用語境。所以照顧學習多樣性嘅教學設計，首要係先確定分層目標，而設計分層目標可以參考香港學前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進程架構。以下我哋請陳老師用具體教案嚟展示同埋說明如何在課堂落實閱讀能力教學。承接許博士之前提及過嘅分層課程，賽馬會有趣學中文嘅每一個故事文本都分為3層，即係分為第1層故事文本、第2層故事文本同埋第3層故事文本。目的係讓融合班當中唔同能力嘅幼兒都可以學習同一個故事文本。喺第2次同埋第3次分享閱讀嘅時候，小朋友可以根據自己嘅能力選擇其中一個故事文本去指讀重點句子或者朗讀文本內容。而口語同埋朗讀句式亦都分為3層㗎。教師能夠根據學生嘅能力提供分層嘅文本或者句式等小朋友去練習。當小朋友能夠掌握呢一層嘅語文知識技巧嘅時候，就可以向上一層提升同埋練習，進一步令小朋友去深化語文知識嘅。總括而言，分層課程係一個能夠照顧學生多樣性嘅有效策略。佢可以讓本地同埋非華語幼兒喺同一個課堂入邊，按自己能力參與學習，持續進步。從學習目標嘅分層到教學內容同埋活動嘅調適，
老師可以有系統地設計出既符合教學原則又貼近學生需要嘅課堂。喺下一集，我哋將進一步探討非華語幼兒學習第二語言能力嘅評估。我哋下一集再見。